上海深圳寒舍时节，乃如看得到嘅凤阳村深圳故乡乃嘅乡味，按简单的想法，本意的归乡游子开始的一个乡草事业。去年和7年前接下卢卡嘅个人，工作以外，要做社区文史工作。在前进的过程当中，伊发现到几多事物都已经变了，一路重新思考人同土地嘅关系，想要深圳土地嘅生机。故所一团有同样理念嘅朋友，开始用自然农法种香草。来到一年嘅香草园，根本都分唔清哪一是野草，哪一是香草哦。当然一路以来，如有人自然而然，如少一人系啱嘅。不过第一年20只凤阳村都转来嘅，第二年满山遍野路黑，因为韩国坚持要继续行一条路。大家都会想到说，我小时候的泥土有多香，但是那个味道已经不见了。我们只是把这个小时候那一把泥土的香味找回来，我们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。有一种感受到啊，你按错的，你按倒衰的，还个继续污染落去吼，对这个土地吼有一个愧疚啊。喺澳洲茶树啊，人家就原种喺澳洲进口的，因为一种应该使用该精油，唔止讲该茶树都会俩，唔免因台湾人食个茶饮茶个茶树啊。其中方老盘老日时，当老茶树熬下来，准备为做研究。像因那边温差比较大，加个米土都要较香油量要较大，菜营养上值一倍。所以都个工艺种甲品种的油嘛，营养质量倍。冇強容條件種嘅茶樹，叫出來嘅研究，向每冇強容，主流未冇強容，也係出乎水晶環境嘅自然環境。呢一片係日照不足，所以佢先種柑仲有是少啊，種要多片埋冇因外，每下要計種睇呢個滯銷落去，常啊병起去啦，上乾草好嘅啦，上乾草對於已經我食了機會。然後我睇過講，冇到本來就種樹好嘅啦。老日成嘅太高認為到順利，冇在條高崗中，所以佢哋老鐵條下來，種自然農法種茶樹。樹種剪瓦hen，剪瓦冇係溜那個頭，因為樹頭菜吼，都唔將樹妹做風菜，我就剪妹緊剪個樹頭緊摘，我就取它的枝條來萃取那個精油。做一些附加产品啊呢？自然农法有几个原则啦，一个是地适种啦，第一个就系嘛个草生共管啦，草个作物共同管理啦，第三个系嘛个，第三个系该杂作啦。從熱風環境、草食材基上。維持土地本單最豐富嘅面貌，其中火講係插草，也係作物，也係人類自家家為嘅本法。在大自然界里面呢，我们人类还没有开始用它叫香草之前，它就是草。所以呢，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呢，它要生存的时候呢，所以说它就必须要在泥土里面相互竞争。那相互竞争之後呢，才會產生它的怎麼樣生命力。焗出來油，這樣要搖。促進會種安樣人才基上嘅管理方式，來到咱呢食材冇唔清楚，也咁係向草染、向草斷奶。較有錯嘅，你就綁槍了，你咪就要割花呀，就較好割。見用乜錯嘅，老家如果啲香草成本嚇。我呢，因為下邊有草根啊，
种的时间愈安用。嘿嘿，伊促进伊个繁殖，送风去了呀，种种遐悠悠的中央啊。敢用新人吧？嘿哦，伊乃是棒哦。日送手帮某天，负责任务嘅阿荣包，上市日库出系贵日。不過堅持唔用農藥化學配料嘅結果，染度乜計多久，下變做生活最好嘅刺激體。你小孩就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嘛，刚到后面趁这个时间做准备。那几片钟有啥呢？几片哈。像你以前都有种过果子嘛，果子了后都冇法度耕作，然后还得变去上草，上草的古田拍草。拍草不去还原，该草我不等于腐烂的，腐烂就还原，那是最简单的方式，不用增加很多成本，也可以让它恢复地力、恢复土壤的那个最好的范围啊那样。行業講解天生天弱，為咗恢復體力，佢就用嚟3年嘅時間種田，付出安泰嘅時間成本咁特別。民国70年转来做农种水果，刚才所得到的资讯都是讲啊，以地上物为主啊，想尽办法做到极大化，做你20年来看到嗰度，相对我们有报酬，也有污染的一面啊，所以我到许先生乡下，有点机会本来对人家土壤有一个回馈的心态啊，赎罪的也可以讲赎罪啊。伊当然看到人家做法哦，有种个因能讲的，哦，其实没讲的，用讲呢，自然农法费工嘛唔错，但是呢，它给都该大地的维护有地力的维护是有帮助的。对土地友善，唔但强调现地种嘅方式，也仲要当到草树嘅插谷草。就係最天然嘅設計。唔可能係草，綠掉，好像那水，灼掉，加個皂素都擠出來咧。我部嘅商品裡面呢，都係講，那幾多泡沫，幾多泡沫，人家冇法度。像人家三缸水按槍裡嘅三缸水，你看到了未來，一下都冇咧。你化學的落去咧，打越大，因為個泡沫都越多。你也唔好，會消失都在水當中，完全被大地吸收。堅持單純天然到連幾條嘅茶菇拿來浸水溶脫過後，都做得盡做配料。慢慢那个喷，像人家梨树的嘛，喷掉个树干，洗树干，因为树干里面有很多的蚜虫，那可以透过肥皂它本身的碱性，把它怎么样，把它驱避。那我们在做皂的时候呢，它用了很多的高贵的油脂，那没有成皂的部分呢，它含有的不饱和性脂肪酸呢，它会落入到土地里面去，那会转换成怎么样肥料。市政府本單係一間連鎖企業嘅主幹。10年前，轉為家庭迅速轉到故鄉，接下武海狗染，轉到自家生長嘅土地。除了做農之外，佢下落選擇向里嘅沙溪潤草勞本事工作。追尋的過程當中呢，因為想講，人嘅根到那邊，才引發到所謂的我們農務的這個生產的部分，或者人在生活的部分，它的根在哪裡？我才追溯到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。大蘭係高知之鄉，住咗13萬下嘅小豬。處理了高長度，市政府發現農民辛苦幾年，實冇聽錯，帶來到強壯嘅回饋。像
唔种柑的，种柑的种柳丁已经唔强，呢，唔买咧吹咧买咧吹咯，买唔吹咧应用顺，到了3空地步。一年的新血就多3空地步咧。所以嘅上嚟，改为系改变嘅时间咧。我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因都想法就嘛解，土地硬，唔要做不够硬。这种土地爱嘛解，保持嘛解前面，因真来想讲，伊适合伊做得种嘛解东西。19年前，市政府就发过普罗旺斯，明解基督嘅乡草产业，做嘛解做得基础，贵咗欧洲乡水乡料10年200年。冇想到3日度假下開始，大家心肝跳度就嚟上報。因最终的目的都是，阿布卡的周边两位跟萤火虫能够回来嘛。看一看之后呢，只有香药草两个作物做得唔是用肥料，唔是用农药，加个米土呢更较香，加工价值产值冇强快，那决定的种了香药草。唔過嘅國想實大類派散到回解轉以上。奇怪嘅應該種物界，你要自己種物界，要種物界批亂。講聽講係種花啦，奇怪嘅個錯吼都比個花還強哦。我嘅個花可能是快花哥咧，這些都會有一個疑問跟質疑啦。我無卡嘅呢，我媽媽就會講，咩按到要咩要好曬哦。面对呢條質疑嘅事情，應該態度係點樣嘅？我想教我。你想表態嘛？有啊，用當然會想要表態啦。跳下馬想看到放洋蔥，嗰轉到兩地土地嘅想法，三毛認為按樣改變。提出年假實渣，聽年自己歸人工歸散啦。細漢嘅時陣，細漢今晚，個螢火蟲都喺木卡中咧擺咧。想要看到頭擺嘅嗰種嘅情形。個情景係咩？日本牙，牙講日本牙。我哋想過，我哋想到兩問題啊，我留嘛該本牙來，這個就是一個你支撐下來，你必須去走的事情。土地悠悠嘅生機，生態叫起來咧，市政府嘅堅持，天我終於看到咧。13年都想講啊，木卡螢火蟲轉來都好咧。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有多大的什麼環保意念，就完全都沒有。堅持做真的東西，自然來講的話呢，跟你有相同想法的這一群人都會被挖落來。從來就啲路行路喺過，因為後生人喺做乜嘅，見看，就因為行入來啊，結果佢講，佢哋做一個區塊看佢安尼。做咗農業嘅問題動態農直接強人做，所以我就強人拔刀相助嘅方式來概念。對種都叫包裝買行銷做下日時自家，打出自家嘅品牌，還用尊重土地做出發點，禍害求生做目標，重新體會人對自然界嘅角色。人都在大自然環境，唔係絕對嘛，唔係主宰的角色，嘛係個大自然環境裡面的配角，我們一直要當主角，才造成了現在這個問題。堅持做錯嘅事情，佢哋對未來充滿期待。讓環境可以乾淨一點，讓魚蝦又恢復到我們50年代、60年代那種的河流。看得到魚蝦都是很乾淨的，這是我最期待的。也都慣性農法，種也都水果也都米，能夠去遵循這樣子的農法，然後呢，把整個石水坑這個地方呢，成為台灣的小小的普羅旺斯，也係我15年的希望。我哋們做行青年咧，隆隆重重，高高大大，行到近，兩條路並唔好行。唔過基督嘅心理實係處到富足歡喜嘅。譬如講基督係太戇古，基督未信任。唔過兩地土地唔出事咗，還拿到從安樣嘅戇兒，窮下來數顧係。